还记得我吗？你是那个开车出事的？慢点，慢点！会出事的，会出事的！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姐姐，饶命！你要干嘛？刁民！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们想要找到你们，也挺容易。我是不小心。那他也是吗？滚！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也不想来。好吧，你们都不想来，那就好好配合。刘湛在哪儿？这事儿在安全署关着呢。怎么可以让他出来？这我不知道。偷东西！别跟我说偷东西。我那次，你们可是把车祸全责塞给我了。那不一样，这次是军方那边要查。啊，我没杀过人啊，我要不要试试？你们说我要是杀过人了，跟这帮孙子谈起话来，是不是更有底气一点？你要干嘛？嘿，那肯定。你看这霍普，安全署总队长，分量还可以。你把他这人头啊往那道恩·琼斯那办公室一丢，哎，王炸！砍头什么的就算了，恶心。咱们呀，扒皮抽筋。这是别，饶了我，让我怎么配合？我配合。那你说，拿你交换，能不能把人换出来？这事我真不知道。交个刀口呢？可以。可以。那刘湛偷你们的东西，你们不追究了？没有证据。虽然军方确实丢了不少东西，但是没有证据说是刘湛偷的。只是说刘湛他有嫌疑，因为他曾经开过军车，熟悉，这不是顺便就抓了吗？你在他腿上开了一枪。啊，这不是我的错，他先踢了我一脚。这枪我记下了。对了，你家住在别尼安公寓6楼33号，里面有个值钱的大玉佛。你女朋友特别喜欢你撅着屁股做榻榻米的姿势。说这么多，一句话，你喜欢普洱还是铁观音？需要的话，我亲自给你送家去。